皇上的病虽然沉重，但并不是无药可救。你若安尼，需要有啥物药医治我的父王？你紧讲啊！有，要医治皇上有灵芝7号甲猪梨果。是，咱宫中是毋是有这两味药？回殿下，咱宫中无这两味药，况且神鼎嘛也毋捌听讲过这两味药的名。王钦，小会知，灵芝7号甲朱梨果，爱什么所在才会当买着？花8000岁。若是这两味药啊，普天之下的药店无法度买着。这两味药啊，是生长伫咧五台山的九龙国。皇帝，要若安尼，咱会需要赶紧派一个人熟悉地势，去九龙国取药，通我医治父王的病啊。也毋过要派什么人去呢8000岁，若要派人取药，以小的之见，杨家将做第适当。杨家将，因为昔日杨家将曾经保护皇上到五台山进香，所以对五台山的地势非常的熟悉。九龙国就在五台山的中五岛。皇帝，要若安尼，杨家要有援交一个人会用去。你也知影，杨家将只剩援交这点的险命。七龙兄，既然你甲知影，今后你就该多多爱惜忠良，以正朝纲。皇帝，我到底是做啥物唔对代志？你哪会？唉，好啦好啦，就算吴兄有做啥物唔对代志，这下另讲才去讲。目前先医治父王的病要紧。皇帝，你去杨家团子，并去杨元之后去九龙国取药。恐惊杨元昭唔肯接旨，为什么？因为萧太君曾经有讲过，今后不准杨元昭过问朝廷之事。六郎，你为什么叹气呢？唉，无什么啊。这两天看你总是闷闷不乐，要无你去练一个杨家唱，看心情会较轻松也袂。父亲唔准我朝廷出事，也无要搁上殿去杀敌啦。啊，练杨家唱有啥物路用呢？哦，原来你闷闷不乐，都是为着这件代志。六郎，你都爱为宝宝想看。杨家满门，只有是干那剩你一个查甫的啊。一个查甫人，也关伫厝内底，无做任何的代志，一日到暗，都是伫咧甲阮遐兄嫂斗阵伫咧酒馆，这有啥物无共款呢？六郎，滚汤你着爱体谅啊。有妙心，宝宝来送子，打叫亲。去当情，来孝多情，公家的子嗣着多心啊紧。什么？你叫我主持家务事啊？是啊，为着宝宝唔准你出事调停，你永远嘛是无代志做。我有时面变我。到如今无所罕将马琴的，待在小用你心何你唔过有志数，去用心。
为着车女为妻哦，输的断肠。家受计算，愿理想，国受微报，改尽忠。六郎，让阮拄则一时啊。即马讲的话是真心袂心。我嘛无希望我的红婿变成一个懦夫啊！有情北辽未灭，你年轻力壮，又英勇善战，无为国家效力，安尼嘛是真可惜。嘿，你莫着急。等待宝宝心情若是较平静，我再替你去解决。多谢你哦，我一差棍子。免客气，我一个杨棍嘛。哎呦，你两个搁真相敬如宾啊！叫咩？今日这个时阵来遮创啥物？哦，连我来了，毋着时阵咯。要无请借问一下，我应该着啥物时阵来，才袂去甲恁搅了着？阿龙，是我拜托九妹去甲我买丝线。九妹，你有买回来无？有啊，伫遮，啥物色个拢嘛有。对啦。大嫂，拄则我要转来时阵，伫咱的门口有看到北龙爷甲曹王爷，因来咱兜呢。阮王来是有啥物代志？听伊讲，因是奉着七龙殿下的命令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拜访母亲。太君，这件代志伫咧3天前，七王殿下就已经命本王甲着北王兄来恳求你，也不过恐惊你唔肯答应，所以才拖到今仔日。哦，现在确实无法度通搁再拖落去，因为皇上的病一天比一天的严重，只有灵芝七号及朱离果，才有可能救好皇上的病。8000岁，曹王爷，我天宝府并无这两款的药味呀。这我当然知影，因为灵芝七号及朱离果是生长在地边界九龙国中。哦，8000岁，那安尼你的意思是？皇上命在旦夕，必须要派一个捌地势人速去速回，将这两项药味取回来。哈？要那安尼，七王殿下是要派什么人去？当然是燕郊。啊！哼，8000岁，曹王爷，老身早就讲过啊，唔准燕郊搁再过问朝廷的代志，敢讲立委口的袂记啊是？老太君啊！我望你抱咧一日回。
看在阮两人的份上，答应互燕娇去九龙国啊。你为阮讲上阮来，论理记绝是不该，为了阮杨家的后代，自然将命免了何灾？老太君啊，嫔妃有意，xử理为难。燕郊情景报家案，接地地形输一般。九龙国是在五台山。千岁，你休要替我代，提起我代，我必伤冤怀。先夫望子该避害，阮满阮的官有靠正爱，燕郊脱险。小为驸马配好害，怎忍在叫伊冒险去边界，望求千岁你慈悲怀。太君啊，燕郊快马匆匆去，匆匆回来无人知。太君接下七王子啊，打救良命，你莫再迟疑。燕郊是你的袂使，你说出言更不该。当武士以力是用燕郊害，七王名随去我代。曹爷，恕老身万难将命啊！父亲，害你愿意到九龙国出游。父亲，害你是大宋神子，你该好命尽忠啊！燕娇，你愿意去九龙国出游吗？是，为了救皇上，我立刻就赶路。你这个贱！